以前喺紐約，成功嘅標誌係着名牌、戴名錶。但你有冇發現，而家喺新世代眼中，真正嘅奢侈品已經完全唔同咗啦。呢程世代轉變，講緊嘅係由追求物質轉向收集體驗。上一代人鍾意買嘢買到屋企塞滿晒，但新世代明白，與其買一個會過時嘅手袋，不如將啲錢用嚟去一次難忘嘅旅行，或者食一餐頂級嘅 omakase。紐約啲屋咁細，買咁多雜物做咩？唔好再用辛苦賺返嚟嘅錢去買一啲只會貶值嘅死物。試下將資源投放喺會令你成長、開闊眼界嘅體驗上面，因為經歷先至係構成你嘅真正養分。今日金句：物質會隨住時間折舊，但美好嘅體驗會隨住回憶增值。想知多啲紐約生活新思維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紐約與你。每日1分鐘，同你一齊進步。聽日見。